你有注意过，有多少心肌梗塞是发生在清晨、早餐前、压力来袭前，甚至是一切活动开始之前，前一晚还觉得身体硬朗的长辈，突然毫无预警的倒下。最可怕的是，这些人大多没有戏剧性的症状，只有一些被他们误认为是正常老化而忽略的微小讯号。在我们的健康团，对我们花费多年研究一个真相：心肌梗塞不是在发作的那一刻才开始的，它们始于你每天重复的习惯，那些你认为无害的例行公事，你忽视的小细节，以及那些你匆忙度过没有给心脏喘息机会的早晨。但这里有个好消息，而且非常有利。即使过了60岁，你的心脏仍然在倾听，它仍然可以自我修复，仍然可以变得更强壮。通常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日常习惯，就能开始扭转局势。所以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将揭示8个医生推荐的晨间于日常习惯。这些习惯能悄悄地保护你的心脏免受发炎、血压飙升、血管硬化、血栓风险以及清晨心血管压力的侵害。其中有些习惯简单到你会纳闷为什么没人早点告诉你，有些则会让你感到惊讶。而我们最后才要揭晓的第一个习惯，是每位长辈在喝咖啡、刷牙，甚至查看手机之前都应该做的事，因为它挽救的生命比任何营养补充品或超级食物都要多。如果你已年过60，或者你关心这一年龄层的亲友，你绝对不能错过这些内容。让我们从明天一早开始，给予你的心葬它应得的保护。习惯8起床后立即喝水。这个习惯看似简单到微不足道，然而对于长辈来说，这可能是决定你是拥有一个平静稳定的早晨，还是陷入导致清晨心肌梗塞危险状态的关键。经过7到8小时的睡眠后，你的身体会进入自然脱水的状态，你的血液变得浓稠，循环变慢，心脏被迫更费力的工作，才能将氧气输送到肌肉和大脑。这正是为什么大多数长辈的心肌梗塞发生在早上6点到11点之间。这段时间血液浓度最高，心血管系统承受着体液不足的压力。我在病人身上看过太多这种模式。有些人饮食健康，每天散步，按时睡觉，却忘记了唯一能稳定整个心血管系统的习惯——补充水分。有一位72岁的先生，仅仅是在刷牙几分钟后就发生了心脏事故。原因很简单，他的心脏无法承受脱水、血液带来的负荷。清晨的这个空窗期就是如此脆弱，所以这就是你的心脏一直在默默等待的习惯。在喝咖啡前、吃早餐前、滑手机前，先喝240到360毫升，约8到12盎司的温开水，不要喝冰水，因为冰冷的温度会收缩血管，迫使心脏工作得更辛苦。这只是简单稳定的补水。如果你想要额外的效果，可以加一片柠檬来帮助消化，并平衡身体早晨的酸碱值。这个1分钟的仪式不需要花钱，但它能立即稀释血液，改善氧气输送，减少清晨血压飙升，并给予心脏开始新的一天所需的液体支持。今晚就在床边放一杯水，明天早上在世界对你提出任何要求之前，先给你的心葬它最需要的东西：温和的水分和一个全新的开始。你的心脏会按静地、立即地、深刻地感受到差异。习惯期晨间散步20分钟，唤醒心脏。如果只有一个习惯是我希望每位60岁以上的长辈从明天早上就能开始采用的，那就是起床后进行简单的20分钟散步，不是去健身，不是快走，只是温和稳定的散步。大多数人低估了这对心脏的强大作用，但在照顾长辈几10年后，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这单一习惯可以改变你心血管健康的整个进程。经过一夜睡眠，血液自然较浓稠，循环较慢，心脏需要额外做工，将氧气推送到僵硬的晨间血管中。短暂的晨间散步会立即向心血管系统发出唤醒信号，增加循环，降低晨间血压，并刺激一氧化氮的释放。这是动脉保持弹性和畅通所依赖的分子。神奇之处在于持之以恒，而非强度。清晨的阳光还有额外的好处，能补充维生素 D， 以增强心脏力量，调节生理时钟，并减少那些悄悄加重心脏负担的压力荷尔蒙。我曾经接触过一位病患林美秀女士，74岁，多年来一直有边缘性高血压和睡眠不安的问题。她不需要更严格的饮食或更强的药物，她需要的是节奏。仅仅在进行了3周的缓慢晨间散步后，她的血压稳定了，睡眠改善了。她说：“我终于感觉我的年龄只是一个数字了。”这就是温和运动创造的转变。如果你只能做到10分钟，就从10分钟开始，穿上舒适的鞋子，在那之前喝点水，走路时深呼吸，让这段时间保持安静，没有匆忙，没有压力。把它想成是在一天开始前为你的心藏掉音。许多长辈习惯在下午或晚上散步，但晨间散步提供了独特的荷尔蒙平衡、血管弹性和氧气流量的组合，让你的心脏能立即受益。心脏不要求完美，它要求的是每天提醒它你没有放弃它。晨间散步正是如此，这是给身体的一个讯息：我选择健康，日复一日。这个小仪式会成为你拥有的最具保护性的习惯之一，不仅为了你的心脏，也为了你的情绪、精力、平衡感、新陈代谢和长寿。如果你这个周承诺要做出一个改变，就选这个吧。走出户外，迎接早晨，让你的心脏从一天的第1分钟起就感受到支持。习惯6，每天吃1小把坚果或种子。有时候最强效的心脏药物不是装在药瓶里，而是就在你的手掌心。每天只需1小把坚果或种子，就能在你整个心血管系统中产生连锁的益处。许多长辈认为坚果只是零食，但从营养角度来看，它们更像是天然的营养补充品。核桃、杏仁、奇亚籽和亚麻籽富含心脏最需要的营养素组合 Omega-3 脂肪酸、镁和钾。Omega-3 特别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自然稀释血液，减少动脉内的发炎，并降低血栓形成和心律不整的风险。镁和钾像是一个心肌的支援团队，共同作用以稳定心跳、放松血管、改善循环，并帮助动脉保持弹性，而不是随着年龄增长而硬化。我曾有一位病患叫张志明，69岁，受高三酸甘油脂荷，下午体力崩溃所苦，这让日子感觉格外漫长。他不需要复杂的饮食大改造，我们只改变了一个小习惯。他将早餐的甜面包换成了1把生杏仁，并在优格中加了1匙奇亚籽。在6周内，他的验血报告显示出明显的改善，但更重要的是，张先生感觉到了差异，身体更轻盈、更专注，也不再有上午时段对糖分的渴望。这就是心脏健康的脂肪和矿物质持续出现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时所发挥的安静力量。关键在于保持简单和天然，选择无盐、无糖、无蜂蜜涂层、无调味粉、无油炸的生坚果或前烤坚果，因为那些添加物会把护心食物变成隐藏的健康问题。1小把，大约30公克，1盎司就足够了。多吃无益，坚果热量密度高，吃太多容易适得其反，把它们当作每日的营养剂，而不是无意实地当零食吃。
你可以用很多方式享用它们：拌入燕麦片，撒在希腊优格上，打入精力汤中，或者简单地在早餐和午餐之间单独食用。随着时间推移，你可能会注意到精力更稳定，消化更顺畅，胆固醇指数更好，以及即使没有大幅改变正餐，也能感觉到身体得到更好的滋养。像这样的小习惯不会大声张扬，它们是轻声细语，但你的心脏听得见每一个字。习惯5，练习深层，有意识的呼吸5分钟。如果有一个大多数长辈都忽略的心脏强化工具，它不是营养品，不是药物，甚至不是饮食或运动，而是你的呼吸。这是你随身携带却几乎从未发挥其全部疗愈力量的东西。大多数60岁以上的成年人习惯用短浅的上胸呼吸，特别是在压力大、看新闻、担忧或只是忙于日常事务时。这种呼吸方式会让身体持续处于战斗或逃跑的模式，即使当下并没有危险。当神经系统保持紧绷时，你的心脏就会付出代价。皮质醇上升，血压升高，心跳变得不规律，体内发炎慢慢累积。但好消息是，只需5分钟深层、缓慢、有意识的呼吸，就能逆转这一切。我曾辅导过一位70岁的退休图书馆员陈淑芬女士，她告诉我，她已经10多年没有感到真正的平静了。她以为这只是老化的一部分，但在教她一种简单的呼吸法后，她的生活改变了。不是靠药物，不是靠饮食，只是靠呼吸。2周内，她的睡眠改善了，消化平顺了，焦虑消散了，心率也稳定了。他称这个练习为他的隐形药物，他是对的。深呼吸能启动副交感神经系统，也就是身体的修复模式，血压下降，血管放松，氧气流量改善。这是我们的4-4-6呼吸法，也是陈女士使用的方法。用鼻子轻吸气4秒，憋气4秒，用嘴巴缓慢吐气6秒，重复5分钟。就是这样，不需要设备，不用花钱，只需要专注。每天早餐前或当胸口、肩膀感到紧绷时，做这个练习，把它想象成是在重置心脏的节奏。你练习的越持续，你的身体反应就越灵敏，睡眠变深，压力降低，循环改善，心脏跳动得更稳健、自信。呼吸是心智与心跳之间的桥梁。当你有意识的呼吸时，你是在告诉心脏，你是安全的，现在可以慢下来了。而你的心脏每次都会听进去。习惯4，持续的高品质睡眠心脏的夜间修复期。睡眠不仅仅是休息，对心脏而言，睡眠是药物。在这些安静的时刻，你的血压会自然下降，发炎指数降低，血管进行必要的修复。这种夜间重置是你心脏所能获得最强大的保护形式之一，前提是你给予身体完成它的机会。但许多长辈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这个修复循环，熬夜，在床上看电视、滑手机或下午睡太长的午觉，都会使昼夜节律、生理时钟失衡。当节律变得不规律，心脏就会付出代价。血压不在夜间下降，反而可能保持升高；心跳不再平稳，可能会陷入心律不整。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无声的干扰对心血管造成的压力，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还要大。这让我想起了王建国先生，一位73岁的退休工程师。他来找我时疲惫不堪，伴随着晨间头痛和血压升高。尽管他在其他方面都有好习惯，他不乱吃东西，也没有久坐不动，缺失的那块拼图是睡眠。他的就寝时间每晚都在变，有时晚上10点，有时超过午夜，而且经常开着电视睡着。一旦我们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作息，晚上10点30分熄灯，
晚上9点后不看荧幕，保持卧室凉爽黑暗，一切都改变了。几周内，他的血压稳定了，头痛消失了，醒来时的精力比过去几年都要好。为了给心脏真正的夜间恢复，请致力于规律的作息，目标是7到8小时不被打断的睡眠。晚上9点后避免看荧幕，因为蓝光会抑制褪黑激素。保持房间凉爽、黑暗和安静，向身体发出该放松的信号，并固定你的时间表，每天在同一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即使是周末也不例外。稳定的睡眠节律是你所能养成最强大却最被低估的护心习惯之一。你的心脏依赖节律，而那个节律始于每晚。习惯3，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长辈每天做的最危险的事情之一，感觉一点也不危险，他感觉舒适、熟悉，甚至放松，那就是坐着。长时间坐着看电视、滑手机、阅读或在椅子上休息，会以大多数人从未意识到的方式悄悄对抗你的心脏。60岁以后，心血管系统对循环变得更加敏感。当你坐太久，血流会线浊变慢，你的腿部肌肉停止收缩，这意味着血液更难回流到心脏。新陈代谢下降，动脉硬化，血糖上升，发炎悄悄累积，血栓的风险不仅在腿部增加，而是在整个血管系统中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心肌梗塞跟中风发生在不活动期间，而不是在剧烈运动时。我曾治疗过一位68岁的女士李月霞，她相信自己做对了每一件事。她每天早上散步，饮食健康，按时服药，但她每天下午花5到6个小时在沙发上看电视，一次都没有站起来。结果她的腿部形成了无声的血栓，这种情况可能危及生命。后来救了她的不是新药，而是一个计时器。每30分钟她站起来，2分钟在客厅轻轻走动或伸展小腿和肩膀。几周内，她的循环改善了，腿不再酸痛、静止，心率也下降了。这就是微运动的力量。这是大多数人误解的地方。你不需要锻炼，你只需要动作。心脏依靠规律、温和的活动茁壮成长。每30分钟的小幅度活动能保持血液流动，保持动脉弹性，稳定血糖，并大幅减少心脏的工作负荷。以下是应用此习惯的简单方法：广告时肩站起来，讲电话时来回踱步，将双手举过头顶伸展，以打开胸腔和肺部，向后转动肩膀，以刺激血流。走到厨房喝杯水，扶着椅子做10次缓慢的垫脚尖运动。只需2分钟的活动就足以重置循环，它唤醒你的肌肉，保护你的心脏，并防止动脉片的停滞。这个习惯不是关于燃烧卡路里或运动，它是关于告诉你的心脏，我没有忘记你。每次你站起来，你就降低了血栓风险。每一次2分钟的走动都在稳定血压，每一次伸展都在改善氧气流量。这是任何长辈从今天开始就能采用的最简单、最便宜、最有效的护心习惯之一。习惯2，起床后1小时内吃护心早餐。大多数人认为早餐是可有可无的，是随手抓来吃的东西，完全不吃，或是用咖啡代替。但在60岁之后，早餐成为你每天早上向心脏和新陈代谢发出的最重要信号之一。你的第一餐不仅仅是燃料，它是资讯。它告诉你的身体是要稳定血糖、调节血压、平息发炎病、支持稳定的能量，还是要以压力、荷尔蒙、失调和隐藏的心血管负担。开始这一天，当你醒来时，体内的皮质醇水平自然较高，你的身体准备好接收能让这些荷尔蒙恢复平衡的营养。
但当你跳过早餐或选择像糕点、白吐司、果酱或含糖麦片等高糖食物时，你的血糖会迅速飙升，然后崩溃，造成发炎和氧化压力，悄悄地侵蚀动脉。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承接模式会累积，增加高血压、心律不整和下午疲劳的风险。我曾有一位病患吴秀琪女士，71岁，她以为不吃早餐能帮助减肥，相反地，她深受想吃甜食、头晕和血压升高的困扰。解决办法不是更多药物，是一份护心早餐，燕麦片加莓果、亚麻籽、几颗杏仁和绿茶。几周内，她的精神变好了，血糖稳定了。多年来第一次感到身体平衡。护心早餐很简单，纤维、健康的脂肪和温和的能量。想象一下撒上蓝莓和奇亚籽的燕麦粥，想象一下酪梨全麦吐司，想象一下加了核桃和肉桂粉的希腊优格。这些食物都能稳定血糖，降低发炎，并支持健康的动脉。单单肉桂就能帮助自然调节血糖。而莓果富含抗氧化剂，能保护血管内壁，避免重口味的加工肉品、含糖饮料、加糖咖啡、糕点或精致碳水化合物。你的心脏需要干净稳定的燃料，不需要任何迫使它过度工作的东西。目标不是要觉得撑，而是要觉得被滋养。在起床后的第1小时内进食，即使只是一点点东西，这为你一整天的荷尔蒙、情绪、新陈代谢和心率定下了基调。你的心脏不需要完美，它需要规律，带着意图开始你的早晨。选择支持心脏而非给予压力的食物。1顿早餐不能改变你的人生，但养成吃对早餐的习惯绝对可以。习惯1：早餐前测量血压。如果有一个习惯是我希望每位长辈明天早上就开始做的，那就是这个：在早餐前、喝咖啡前、做任何事之前，先量血压。为什么？因为高血压被称为隐形杀手，是有原因的。它没有警告，没有疼痛，没有头晕，没有明显症状。你可以感觉完全正常，甚至精力充沛，而你的动脉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你的心脏正比它应有的负荷更辛苦地战斗着。我数不清有多少病人告诉我，但是一生就在我们发现毒素高达150或160之前，我感觉很正常。其中一位蔡天才先生，66岁，生活活跃，每天散步，饮食清淡，体重维持良好。他以为自己是最不需要担心的人，但一旦他开始在家监测血压，他意识到他的数值每天早上都持续偏高。那个微小简单的发现，让我们能够在他发生严重问题之前，调整他的生活方式和药物。这就是重点。早期的察觉就是早期的保护位。什么要在早上测量？因为那是血压容易因皮质醇、晨间压力荷尔蒙、夜间脱水核循环自然波动而飙升的时候。晨间毒素比任何门诊检查更能揭示真相。以下是正确的做法：安静地坐5分钟，双脚平放，背部有支撑，降压脉带绑在左臂，与心脏同高处，测量2次，间隔1分钟，将数字记录在笔记本或简单的手机应用程式中。持续看到数字高于130%是一个警讯，不是紧急状况，而是你的心脏发出请求关注的讯息。让这个习惯强大的不是仪器，而是模式。一旦你开始每天追踪，你会确切看到睡眠、盐分、压力、水分，甚至情绪如何影响你的心脏。你会成为自己的早期预警系统，这是任何医生都无法取代的。这个2分钟的习惯花的时间比刷牙还少，但它可以预防中风，避免心肌梗塞，并保护你未来的独立生活能力。你的心
葬在你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忠实地工作着。测量血压是回报这份恩情最简单的方式之一。最后总结，你的心脏仍在倾听。过了60岁，你的心脏不需要完美，它需要规律。我们涵盖的每一个习惯：晨间补水、温和散步、营养早餐、深呼吸、修复性睡眠、护心点心、减少久坐和每日血压关注，就像一个安静的支持系统，协同工作，让你的心脏每一天都能感受到。而最让人充满力量的真相是，永远不嫌晚。从你开始的那一刻起，你的心脏就会做出回应。无论你的年龄，无论你过去的作息如何，微小的行动随着时间推移会创造巨大的保护。一杯水，一次10分钟的散步，一次专注的呼吸，一晚真正的睡眠，对日常节奏的一个温和调整，这些不是剧烈的改变，它们是给身体的讯息，告诉他你选择了生命、力量，以及一个拥有更多早晨、更多笑声和更多年独立自主的未来。所以不要等到惊吓或警讯出现，明天早上就从一个习惯开始，一步变成例行公事，例行公事变成节奏，而节奏变成一颗更强壮、更稳定的心脏。如果这篇内容帮助你更了解你的心脏，请在留言区输入"是的"，让我们知道你在这段旅程上与我们同在。如果你还没有这么做，请按赞这篇内容，订阅我们的健康频道，并开启通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你的心脏应得的习惯、见解和救命秘诀。将此分享给那位需要温柔提醒的60岁以上亲友。你的心脏值得保护，你的生命值得这份努力，保持强壮，保持规律，保持活力，你最好的岁月还在前方。